镜头转来讲来，咱来关心宜兰县劳动镇长吴秋玲涉嫌伫2011年时，一张志工餐会顶悬，且毋是志工的团体来食饭，即嘛是互指控涉嫌不实核销、诈取财物。检方约谈吴秋玲等8人了后，讯问了后，拢已经互请回。看开真忝，面对单车过的媒体，员工辛苦咯。伊是国民党籍宜兰县劳动镇长吴秋玲，检方侦办劳动镇公所涉嫌选用志工团体参会4道，请回志工团体勘察不实核销诈取财物。有没有很累？觉得这样一天？对，耗了一天。是啊，是累了。有信心吗，镇长？说明清楚就好了哈。好，谢谢。宜兰县调查站约谈8人到案罪名，其中3人经过调查官询问了后请回。昨下晡陆续移送包含吴秋玲、甲劳动镇公所主编蔡依家等5人，用被告身份到宜兰地检署复讯了后，半暝也无报请回。你觉得有被冤枉吗？觉得很冤枉吗？这是第2012年多时选举进前时阵，镇公所举办志工岁末联欢，主导食饭的吴秋玲被控涉嫌贿选，经过起诉了，一二审拢是无罪，即马说是过去红铺。选举选个这样子哈，真的，我真的很无言呐。当初是说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参会哈，那感谢他们以外，也是听听看他们对于教育的一些的这个有什么建议。这场感恩参会，立审拢认定无对价关系。去年9月，一审作出宣判，过1个月，监察院提出纠正，点出吴秋玲明知邀请对象毋是志工团体一员安怎做，公所相关的人员各犯经经费的核销，涉嫌诈取财物。镇长请人客啦，科长真多，搁爱出钱啦。我们有移请法务部去给管辖的检察机关去查到底公所的这些人有没有涉嫌利用职务的机会去诈取财物。针对被控涉贪，吴秋玲强调讲清楚就好，参会到底是毋是有勘察不法，检方个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